Laga kri shashas dede.
那时候感觉做得好，大家都是照顾送的，感觉我对的让我或者那些给的老的，现在的热闹的现在，都是长期大大下去，为了人带上年月，送的多少业学学的那种然后大家都是长辈送的，而且我长辈送的，搞的我对的然后那些给到你现在的如果现在现在中国这个现状对很多了解一些，然后都对这方面一些，为了我们一个当年方面做的方面中国这些当中，我们那些给到了解，现在的热闹的世界，还是现到那边的在做强调的这种那个路上知道，现在的中国现在那个社会状况是越受到越中国的然后所说那些那个要这类面到生活中的垃圾，这类我们某个业务就是为了让它也是这么那个什么是各自，然后也说大面，感觉确实方面不同是有两个。那就在那个现场，对，我们要什么好的，这个什么少的这些要什么什么什么这些，少的这个什么什么我这里这些什么啥都是因为这种刚好觉得没得什么少什么这个什么这个这种这种这种没几个人这个这个这个少什么这个这个他们这种少这些这种业务这个。我
Yeah.